这就等落就好，你等就好。等就好。哦，这都要出大咯。来哦，黑有黑。喂，已经没了。哎，就起来哦。哎，我来，你足好忙的呢，我刚才在餐厅做朋友。我要参加暗顿做朋友。我来。敢会使互阮一句话彩色？会使呀。啊，你敢知影大海为虾米是蓝色的？你是要讲伊了有我来解说一下，我是偏湖人嘛，所以大海我上了解，因为你讲看卖啊，内底咧游的鱼吼，啊一直吐泡泡，啊就嘛。嘿，就是安尼嘛，所以我安尼一直讲嘛，解说遐多，这都是事实嘛，做人爱理性，嘿，唔通伤做感性，理性，尊重科学啊。理性你啦，理性啊，理性。这敌人真正是冷笑开王啦！海水是来，是因为鱼仔伫海底噗噜噗噜噗噜，嘿，这你嘛想会出来？来哟，听看卖俊杰甲看饭到底是找到什么款浪漫回来咧？你找到什么？我找到未知啊？未知啊？无找到。无啦，袂当讲无找着啦。袂当咧讲。有啦，啊，毋过阮炸转来的物是件，无形的。毋是实的。什么炸弹的物件是无形的？即个时阵的娘娘咧，原本规个天的乌云哦，因为咧落雨嘛，对无？乌云中间破一空，中有一空蓝蓝的，就是干那迄空无乌云。对。对，所以我的想法咧，就是等下哦，你的表达能力，互我感觉足烦恼的。哎，无，等下，落大雨，阮去美湖拄着一家伙仔，我有炸相片转来。一张相片，这敢是要搞我这个带路人来考试？看，哎，股票那会拢青色的。股票无问题啦，真侪人写歌拢是为故事开始。来。先大家了解一下，这伫海边撞到这对老爸查某囝的故事。我甲问讲，你感觉什么是浪漫？伊就讲，就是个人的感受。伊就起码真啊严，就是浪漫。讲甲袂歹。你听有？你听有？恁迄个智慧无开。爱拍开咱的五官。阮就是拍开五官，才会发现到遮的物件。敢会伤开？无问题啦，真侪人写歌吼，拢是为故事开始。其实你会当发现讲，若这个状况会当互你的浪漫是啥物？你想哦，恁偌久无甲恁老爸两个人处理世界啊？也是讲你偌久无甲恁老母两个人坐伫遐讲话啊？也是你偌久无甲因好好啊？食一顿饭，食一顿饭。就想要哭呢。就是安尼啊，无真啊，事实是安尼啊，对吧？你我看到。你偌久无甲恁妈当作若像姊妹啊安尼，你会当甲伊安尼耍，插花啊、love you 啊，嘛，你有甲恁妈遮尔亲吗？会使哦。哦，但是偌久无安尼啊，可能足久啊。所以伊甲我讲的时候，我讲无简单呢。你看到的是一种温暖，伊个浪漫是你已经遮尔久啊，恁阁有法度安尼生活，这嘛是一种感觉。所以恁反正恁即摆找到遮个甲浪漫勉强讲有关系的物件，会当甲斗起来。啊，想讲嘛，看要安怎帮阿公来去阿公阿嬷做布置，哦，啊，恁这看恁家己想办法，你会当阿公我甲你讲一个故事。好啊，来，咱来我来算一下好啊。落雨蒙蒙的七彩窗，带着我的查某囝伫遮
伫遮。观众朋友啊，恁嘛当斗阵在咧唱哦。唱我先。落茫茫的七彩塘，一个阿爸摇囝伫遮，我伫遮。换你继续啊，卖停啊！来，唱起来，大声唱出来。你手的物件加入去，换你。落茫茫的七彩塘，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我伫遮。你用拍手。买当变。你感觉这条歌有啥物感觉？就是足温柔的，足温柔的。你感觉这条歌有啥物感觉？亲情，亲情、亲情，感动。你感觉这条歌有啥物感觉？平静。平静。你感觉这条歌有啥物感觉？嘛是温柔啊，感动的感觉。温柔感觉。啊，你感觉这条歌拄则安尼感觉？我感觉是简单搁深厚。简单搁深厚。啊，你的感觉咧？完全就是最简单平常的4个字，啊，毋过唱出来就是做有力量的感觉。哦，就是一种简单、温柔、感动安尼。伊无啥物特别，煞有一种动力。落茫茫的七彩塘，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落茫茫的七彩塘，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加入来哦！落茫茫的七彩塘。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即摆这条歌变啥物感觉？活泼，活泼，足欢喜，变欢喜啊！就快乐的。足快乐的。上够力。上过来，即摆这条歌变啥物感觉？有一种要出去佚佗的感觉。哦，变做佚佗的感觉啊！啊，即摆这条歌变啥物感觉？我嘛是足感动的，你要安那？你嘛是感觉足感动？我嘛是感觉足感动的。哦，但是你有发现到无？我其实啥物物件拢无变，干那啥物有变？节奏有变，就是歌曲的速度有变。但是你会当发现讲，干那速度改一尔，气氛都无共，气氛完全无共。拄则的简单感动，我看你目屎拢要练出来。但是拄则变紧的时阵，就收回去。都笑出来啊！所以恁坐转来翻头来讲的话，恁在创作，因为阮常常就即几工看到恁遮写的物件是恁在讨论的代志的时候，恁拢讨论讲想要甲什么款的感觉做出来，对无？拢一直写伫文字顶悬，无共的节奏，就无共的感觉。音乐是啥物？音乐就是音甲速度、拍子、节奏，知无？melody 甲节奏加起来就是音乐，安尼尔。歌词就是故事。若是拄则一条歌要互伊听起来，足悲伤的，伊拄则敢若无听到，互恁有悲伤的感觉。无。变安怎悲伤？
落雨茫茫的七彩塘，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一路茫茫的七彩塘，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哎呀，尔喂，艰苦的那阵，哇，迄个感受完全无同。一个足悲伤的。一个是简单温暖的，一个是欢喜的，三种感觉，敢若节奏无共款尔。有爱了无？所以恁在创作的时阵，你会当把这个想法加入去。你感觉若是讲一个足哈苦的，伊的节奏会生啥款？唱。试看嘛，试看。我唱。对，节奏尔。最早哈口一下。哦。重金属。对，无爱甲恁算啊，恁家己算啦。好啦，你试看嘛，用无共款的节奏，好无？无共款节奏，你会当试拄一个足慢的，还是足紧的。哦，恁等会当形容家己，你只会咧小练过，但是练一下就好啊，因为有任务。今仔日等下吼，希望伫今仔日伫头路山进前，咱这条河马场的歌，播出来。你会当共同先决定节奏，好不好？随时讯息互我，有进度就传互我。今仔日头路山进前，一定爱有一个一半的歌完成。好，互恁先家己想。拜拜。啊，有进度你就紧传互我，因为这讲真的，因为今仔日你就爱这条歌要完成一半，恁先决定节奏，我先卖菜咧。无问题。哎，这节奏要啥物咧？你紧来要慢我是感觉会当紧的。较快。因为是马场嘛，啊个退休的生活。快乐的节奏，你先大者。袂歹哦，唱好唱歹无重要啦，家己写的家己唱，较有 feel。都安排啊，你叫好啊，是安排啊。安排啊。你感觉？一种快乐的节奏。你啊？你感觉安怎？这种。袂歹啊。拜拜。好，要较直接，无咱一个人
讲你对这个马场上直接迄个感受，还是要先写啦，先写一句。好，毋过时间原来真重要哦。你看到马真欢喜，安尼嘛会使。对，就是直接写出来嘛，无要紧。我去洗洗，我甲你做伙。有当有种哒哒滴滴哒哒滴，哒滴滴。哦，8点啊，8点啊，8点啊啊！一个都无。会当带我去洗洗，带我去游街。才有一只马。后面加加倍，这就在前面啦，我觉得太晚进。好啦，看恁安尼认真甲暗顿拢袂记食，一直伫遐讨论，一直伫遐找感觉，我嘛是真欢喜。这拢是真大的进步呢。即摆天光啊，菜姐要帮阿公阿嬷庆祝50周年的金婚，伊毋知拢穿啥物呢？蚵啊，是恁的蚵，啊，这是要安怎蚵？阿嬷，老早，搞早。阿嬷，敢会当教咱要安怎掘蚵？会啊，你嘛哦，捡起来就好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蚵啊。这就是蚵啊，对啊，边咧飞过。像咧写甘蔗呢。好，有吧？哎，你请看麦。好啊。啊，这就等下就好，你等下就好。等下好。哦，这就要出来咯。来哦，黑有黑。嘿。哎，其实袂啦。哎，就起来哦。哎，安尼解滚，安尼。唔是，对啊。会使安尼，会使安尼，会使安尼用，哦。倒冰嘛会使，会使。啊，这爱用掉。哎，嘿，哇，会专业呗。专业的啦。以前咧写甘蔗。哎，咩啦？要安怎？咱办桌有鸡汤呢，系啊，毋过咱啥物拢无。系啊。你要来种啥？要掠鸡哦？嘿，阿妈你有饲鸡哦？有啊这大只的呢。嘿啊，啊，应该足歹的。袂啦，介乖，介乖吗？介乖，你会当掠看卖，介乖。看卖哦。好，来掠。啊，恁先掠迄两只。两只哦。嘿。好。我来，你足好忙的呢，我敢会使参恁做朋友。我要参今日暗顿做朋友。伊的石仔甲掠落，石仔甲掠落。是啦吗？嘿。不，我看袂使。你啊较紧呢。我要今仔要叫支援。你要叫支援伊就走袂开啊。好。阿妈，我去甲你介绍者，我是俊杰。我是郑璇，正常。对。阿妈，我有分配个任务，但是因为阮想要办桌，所以需要一寡青菜。好好啊，介济菜啊，有莧菜、龙须菜，啊嘛番薯叶啊。哦，我足介意呢。有。安尼阿妈唱歌互你听。我跳舞互你看，我跳舞互你看。我唱歌互你听，啊，你较我帮你的菜安尼。咱做一个交换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今日来到菜园边，拄着一个阿妈哩，宛如是仙女下凡尘。
我去迄边甲伊赶过来。哇，我看袂到。放者啦！唔敢啊！呀，靠起来。伊足乖呢。想要抓，毋过我唔敢抓，我真正唔敢抓。我甲你用着，我甲。对啊，起来就对啊。哇！宝哥，等下好耍啊！到时阵等宝哥来，佮叫伊帮咱掠迄内底上歹掠的。好，我足喘的，伊嘛足喘的。哎，真正有咧流汗哦。有啊，你看我的面，有咧。真正有咧流吃汗。瓜无？哎哦我，用腰啊帮你吃瓜。哎哦，啊切姐，我较好呢。用腰啊吃瓜。哦，切瓜。吃瓜。有较好无？有。那爽快哦。比较爽快。这是啥？这是，而且一两条的。嘿啊，这是我今仔日送你的伴手。是吗？你会当，比如讲今仔日有落雨的时阵，你来拍。啊好。对，一支小雨伞，咱两人做伙用一支小雨伞。哦，咱两人。一支小雨伞。伞。爱较多水，咱去找别队来创。抓好伞，冻一头。敢会使互阮一句话彩色？会使呀。啊！阮会感谢阿妈你一个。感谢。你阿妈带咱捌啊无？我若看无。走，阮有逐工哩捌吼，阮拢有挂手咯。哦，拢挂手咯。有蜜蜂耶，蜜蜂要安怎讲啊？香，芳袂定，袂定人啊，袂好啊，啊伊个芳拢会来。拢会来。有手无？还是我摕？安尼，嘿，好，OK。有啦，安尼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你洗了，比较水，搞赶快。记得。那个动作啊。